沙瓦啲級，大家好啊！又係我南佛社嘅裴師傅。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呢，喺泰國佛入邊，好多人都想聽同埋好神秘嘅降頭。咁喺降頭入邊呢，又分咗好多種啦。咁我哋今集先講嘅就係愛情降。咁相信大家而家可能喺網上面坊間都可能見到好多人嚟做宣傳，話可以幫人做愛情和合降頭。咁落降頭佢哋需要嘅材料就係話，雙方嘅名啦、時辰八字啦、雙方嘅相啦，同埋對方用過嘅物品。咁今日我就以我多年嚟了解嘅知識，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唔係咁容易就可以落對方降頭呢？咁喺愛情降入邊，我哋分咗佢為兩類啦。第一就係男人落俾女人嘅，第二就係女人落俾男人嘅。咁兩者中降嘅分別都係有唔同嘅。咁首先我哋講男人落降俾女人啦，一般係比較麻煩嘅，多數係需要揾降頭師去做嘅。咁由於愛情降又唔係啲咩十惡不赦嘅降頭啦，同埋比較容易施法術，所以咧喺泰國咧就比較容易揾到降頭師去做嘅。咁降頭師當然亦都有分好同唔好噶啦。好嘅降頭師比較有原則啲嘅呢，就多數會驚你拋棄個女人，要求個男人呢喺神壇前發誓，得到佢之後唔可以拋棄佢，唔係後果自負。咁當然啦，亦都有壞嘅降頭師啦，佢哋就冇乜嘢道德嘅觀念嘅。總之你有錢俾佢，佢就會幫你落降頭，甚至乎可以幫你加害佢。咁先講第一種比較簡單啲，而男同女都可以用嘅方法，就係降頭師先會俾佢自己提煉過嘅人緣油或者屍油之類嘅物品俾你哋，跟住就係想辦法咁接近對方，搽喺佢身上。咁喺短時間之內，對方就會對你另眼相看，同埋個心只會諗住你。如果呢個方法唔得嘅話，就要改變第二個落降嘅方法啦。因為每個降頭師自己提煉嘅人緣油同埋屍油純唔純正、足唔足料，同埋功力都係呢個成敗嘅關鍵。咁另一種比較強而有效嘅方法呢，就係要攞對方嘅時辰八字、着過嘅衫，最好就係有佢嘅指甲同埋頭髮。同時間都需要自己嘅時辰八字，然後用蜜蠟猜成一對男女嘅公仔，然後將寫咗雙方時辰八字嘅黃符塞喺呢兩個公仔心臟嘅部位，再將呢兩個公仔面貼面咁樣黐住，然後再用一條經繩綁住呢兩個公仔。咁一路綁嘅時候，一路要念住鎖心咒。綁好咗嘅時候，將呢對公仔放喺佛壇上邊。再喺子時嘅時候，再加念呢個迷情咒，因為子時係人瞓得最冧嘅時候，元神亦都係最弱嘅時候。呢個時候係最容易將愛意嘅信念植入對方嘅思維裏邊。經過3日之後，就可以主動去接近對方，對方就會對你有一種情懷，唔會拒絕於你千里之外。咁之後，大家雙方就可以慢慢培養感情，證明降頭術開始生效啦。咁以前亦都好多依靠妓女為生嘅姑爺仔，就係靠呢種降頭去控制住女方嘅思想，就將佢哋賣入火坑，從而揾錢。喺呢10幾20年間，我都見過唔少呢啲姑爺仔產生呢啲業債，到最後都係報應喺自己身上。好啦，至於女人落降頭喺男人身上呢，就比較容易好多嘅，甚至乎可以唔使揾降頭師，自己都可以落降頭嘅。大家可能有聽過月經降，呢個並唔係捏造出嚟嘅，係真有其事。咁呢個月經降呢，俾男人食咗之後呢，個男人就會衰3年嘅。咁女人為咗綁住個男人嘅心嘅時候，有時痴情起上嚟呢，就真係唔會諗咁多嘅。咁月經降呢，就2種方法可以提煉到出嚟嘅。咁第一種方法呢，就係用一種叫做露水環嘅鎖心果，再喺呢個果嘅中間挖出一個窿。咁之後就擇日揾一個月圓嘅夜晚，就喺露天度沖涼，將身上嘅老泥捽晒出嚟，跟住就盡量收集佢，然後將收集翻嚟嘅老泥同埋你月經嘅 M 巾一齊拎去太陽下邊度曬，曬到佢哋乾為止。將曬乾咗嘅老泥同埋血塊呢，搓勻佢哋，再塞佢入呢個鎖心果入邊，之後再將鎖心果曬乾。曬乾咗呢個鎖心果之後呢，就念呢個鎖心咒。再用慢火咁慢慢烤到佢變成炭狀嘅物體，之後再磨成粉狀，咁就可以放入去啲飲品入邊俾你心儀嘅男人飲用，佢就會對你念念不忘。
好啦，咁第二種方法呢，都係將月經嘅 M 巾拎去曬乾，再配合一種叫拉爽嘅迷情花，再將自己嘅身上嘅毛髮啊、指甲啊同埋老泥呢收集埋，又係念住鎖心咒，起住個細火，將佢哋烘乾磨成粉末，又係同之前一樣加入到去啲飲品度，俾你心儀嘅男人飲用，佢就對你言聽計從啦。咁其實呢種降頭呢，喺泰國嘅夜場咧係非常之流行嘅。好多喺夜場做嘅女士呢，都係用呢種方法嚟留住男人嘅心嘅，所以都係奉勸各位男士都係少啲去呢啲風月場所為妙啦。好啦，今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唔同嘅降頭。最後有請大家幫忙訂閱同點讚我哋嘅頻道，多謝。而大家喺生活上有咩奇難雜症或者對泰國佛有咩問題，都可以加我哋左上角微信 QR Code 查詢嘅。再見。